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8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锡进老师啊。这两天胡锡进老师在网上比较火啊，因为他每天他对这个时事的评论越来越多，而且观点越来越叫挑战大众的底线，所以他这个热度越来越高。因为他最近连续几次评论这个俄乌冲突，这个极力美化俄罗斯，美化俄罗斯的侵略极力的贬低乌克兰人，贬低乌克兰的这个反抗。胡锡进老师经常说复杂中国，我看胡锡进老师是叫复杂评论他一会儿说泽连斯基算得上是个英雄，一会儿说泽连斯基是个蠢货。那么网友对胡锡进的这些评论给出了强烈的非常激烈的批评。有人甚至说胡锡进老师是当代的汪精卫甚至有人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胡精卫。不光这些正义的网友，这些有大是大非这些有独立思考的网友对胡锡进的这些观点大加批驳。就连胡锡进老师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小粉小红正能量，对胡锡进老师这些观点也是加以批评，让胡锡进老师非常伤心他今天发了一个微博，他说互联网上就国际问题经常出分歧，这很正常，但是因为观点相左就尖锐对立，不给对方扣无耻卖国帽子，好像就不会说话了。这个扣爱国帽子的大家都知道是谁吧？那都是正能量嘛，小粉小红嘛，因为他们是专门批发这个帽子的扣帽子打棍子，这个是他们拿手好戏尤其是扣卖国帽子的，那必须是正能量加头粉。那胡锡进老师抱怨有人给他扣卖国帽子说他是汪精卫、胡精卫，所以他心里很不爽他写的这个评论实际上就是抱怨这个。他说我认为这如互联网上死刑起步的利器一脉相承，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如国家的开放性格格不入，也不够真实。当下说大国虽然深陷地缘政治漩涡，但大国毕竟处在和平时期，且国力非常强大，而非处于战争的危难时刻。此时的大国可以从容应对各种国际挑战，这种从容就包括容纳我们内部对国际问题有不同意见，并且讨论。胡锡进老师为俄爹洗地，为俄爹的侵略张目，美化侵略战争，贬低这个乌克兰人维护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的这种决心和壮举。他以为这样就会得到他的那些基本盘就是加头粉正能量的这个拥护。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反噬就是胡锡进老师本质上是在网上他作为一个宣传员他实际上在养蛊这些网上的正能量曾经都是胡锡进老师的铁粉。也就是胡锡进老师这个左右摇摆尤其当胡适暴跌的时候，胡锡进老师受到了这个重击有了损失，他就这个惨层的人性就露出一些，就这稍微露出这一点人性也会引起他养蛊养的这些正能量不满，所以这个他们就斥责胡锡进是汪精卫。下面胡锡进老师的评论那就更加荒唐。他说咱们是大国，世界又很复杂，许多问题都存在不同的认知角度，如大国形成多重利益关系，大国该如何对某个国际问题做出反应，需有国际道义和大国国家利益双重考量。网上尖锐对立通常是对一个问题朝着不同方向极限化的彼此碰撞。说实话，他们很多时候并非大国社会现实国际观分裂的折射。胡锡进老师非常能这个叫混淆视线制造对立。他把大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进行对立，说大国对国际问题的反应需要国际道义和大国国家利益双重考量。你看他这就把这个无形中他就制造一个概念，大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是不一样的，那就互相之间是有冲突的，有矛盾的。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背道而驰的呢？国际道义是什么，对吧？胡锡进老师既然承认还有个国际道义，那这个道义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利益和道义是反着来的呢？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和这个道不是吻合的呢？难道
道我们还有这个不符合道义的这种国家利益吗？也就是我们的很多国家利益，就像俄罗斯一样的是需要靠抢、靠掠夺、靠偷。所以你看啊，胡锦老师啊，他到底是低级红高级黑呢，还是什么？不要说国家利益啊，就是个人，那也是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何况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益建立在跟国际道义跟道是背道而驰的，那你这个利益能长久吗？你能搞得长吗？你看胡锦老师就在这里开始分裂，他就无形中这样把这个咱们利益跟道相对立，所以他才会出现什么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不能和咱们的抗日同日而语，这就是对吧？一种精神分裂的一种症状，因为在他的心中是没有道的嘛，咱们的利益跟这个国际道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坚持国际道义的话，那是违背了国家利益，你这叫什么话呀？尤其是大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指着你去主持公道结果你自己的国家利益跟这个国际道义是违背的，这叫什么话？你还怎么主持国际道义知道什么叫人道主义吗？胡锦老师他一定知道人道主义，但是呢，那都是假象，表面上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会轻描淡写的说出了俄罗斯有核武器就是任性，对吧？俄罗斯能和平美西方，所以他就不怕美西方，任性。这个严重一点这就是反人类有能力和平整个西方的俄罗斯就是任性。特朗普致敬普京，唯一处的就是他手中的核武器这个是胡锦老师昨天的微博里面评论的，咱也说了胡锦老师说这话的时候，他就是那种精神分裂状态，就是他忘了上个世纪60年代，也就是前苏联对某个国家扬言也是要和平而且已经部署了核武器结果对吧，就是被美帝强力制止，就是俄爹准备对大孝子要准备尝一尝核弹的这个威力。我们常说人要有同理心，对吧？要会叫换位思考。什么叫同理心对吧？也就是你如果经历过这种事情，你经历过被别人欺凌、霸凌、侵略，对吧？那么你对这种事情应该是感同身受的。显然胡锦老师他是没有的，所以他能很清晰的把这个乌克兰人对这个俄罗斯的侵略和咱们的抗日战争他能分开。咱们这个叫反抗侵略乌克兰那不叫，那叫活该，乌克兰那个叫咎由自取。那这个俄爹对吧，现在要和平整个西方，那叫任性。俄爹对大孝子要动用核武器，那叫什么呢？那是爱什么？父爱，严父嘛，对吧？来自这个满满都是爱核弹底下出孝子，对吧？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当这个地保老人，对吧？当俄罗斯的这些疯子拿着核弹讹诈全世界的时候，对吧？进行核讹诈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他曾经核讹诈过我们，对吧？当这个地保老人侵略乌克兰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对吧？他还占着我们的海参崴，我们多少领土被他割走了。但是胡锦老师把这些能全部割裂开，所以胡锦老师他居然制造一个概念深深的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说对吧？国家利益跟这个国际道义居然还不一致。我确实想象不到我们的什么利益跟国际道义是违背的。我们一直对吧秉承着叫和平发展，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美化，对吧？张目，这个才不符合国家利益。胡锦老师他以为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我们是一直主张，对吧？一直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支持乌克兰主权完整。这个胡锦老师应该知道国家从来没有说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到了胡锦老师这里他就偷换概念，认为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才是符合国家利益。但是他也知道这个违背了国际道义。你看看胡锦老师后面又说到生活中去看看，哪是这样？老胡参加过各种国际问题讨论会，大家的观点经常不一样，但多数情况下气氛好着呢。茶歇和吃饭时，不同观点的人有说有笑，这个当然的了，这个我也能想象胡锦老师经常参加各种论坛呢，那个论坛上嘉宾就是加州老师或者说加州老师经常是类似论坛的这个嘉宾之一。加州老师跟各种不同观点的人谈笑风生，还合影，然后他每合影一个，要不了多长时间呢，那个人就要倒台。这个在网上对吧，这是一个现象。跟加州老师合影的那些人持不同声音的基本上都垮台了，或者叫倒了霉坏了事。最近一个就是这个曾经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当然他现在不能叫释永信了那是他法名，那个已经被剥夺了，他应该叫刘什么成，叫刘应成混得好的时候叫释永信大师，混得不好的时候叫刘应成，对吧？混得好的时候叫小甜甜混得不好的时候叫牛夫人。这些论坛他们观点相碰撞，
看上去尖锐对立，都不过是演给胡锡进老师的粉丝看的。他们上面讲完了之后，台上表面上很，对吧？观点是尖锐对立的，台下大家笑哈哈。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拿到钱了，出席这样的论坛，一个人800、1000或者2万的，他们是为了钱呢。只要钱拿到手，他们当然是台上表面在争得面红耳赤，台下那当然气氛好，还喝酒啊，对吧？还有划拳，还有合影，因为大家都有钱拿呀。只有傻子，对吧？这网上的这8到15岁的在那儿吭哧吭哧的生气叫骂，对吧？气得饭吃不下，人家在那儿开心的很，那不是逗傻子玩吗？当然开心的，只要有钱给啊，都开心，有说有笑。胡锡进老师啊，他说当然也有少数国际专家像是互联网化了，跟生活串在了一起，时刻活在斗争中，但那是极个别的。胡锡进老师又搞错了，这些个别的人家是叫演得太投入了，演过了，就像加头老师曾经，对吧？演得太投入演过了，这个火候不好把握。胡锡进老师也这样呢，对吧？胡锡进老师有的是在演胡锡进老师，他也活得挺累的，他是在演他养蛊的那些粉丝心目中的胡锡进老师。他有的时候摸不清这个他养蛊的这些人喜欢一个什么样的胡锡进老师，所以他就把握不住，就把脉把不准，就有的时候就演过了，那他的那些基本盘就不开心，就说他是汪精卫，叫胡精卫，说他卖国。所以胡锡进老师也苦那个加头老师，对吧？那演着把自己差点演进去了，被罚了900万。你说这叫什么事，对吧？胡锡进老师也应该汲取经验教训的。你养蛊，对吧？做人要光明磊落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不能左右摇摆，对吧？你那个观点居然把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能对立起来，你说这是大聪明呢还是蠢？说老胡自己的亲朋好友的热点国际问题看法也不是一样，聚会时难免会争论几句，大不了其中一方到后来不说话了，把话题主动转走，然后还是亲朋好友这个就说明胡锡进老师他的亲戚朋友里面有正义之士不全像胡锡进老师这样的，因为跟胡锡进老师观点不一样嘛，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的。但是大家碍于他是，对吧？环球时报总编这个身份，不愿意把这个闹得太僵。胡锡进老师说他就纳闷，他说怎么一到了互联网上一句不合，对方就成了败类了呢？也就是很多人称胡锡进老师是败类有些微信群里也是这样。老胡想说，那些在互联网上经常使用特别激烈语言，一说话就怒发冲冠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自我煽情。这个说的是加德老师加德老师煽情呢，他还说他第二，没有人好意思说第一的，对吧？你看看那个加德老师诗歌朗诵诗朗诵《将进酒》，据说好多网友这个强忍着看完之后后来就便秘了，并且用自己进入状态调动粉丝的情绪。你看看他这说的不是普通的网友，他这说的是，对吧？是像胡锡进老师这样的大 V， 你知道吧？也就是加德老师用自己的进入状态调动粉丝的情绪。我感觉他是在暗讽加德老师。虽然加德老师现在不方便出来回应已经丢掉了他那个小话筒、小喇叭，但是显然胡锡进老师一有机会还是要挪用一下他，敲打一下。他说我不是说他们绝对是表演，那就言下之意就是加德老师还是有些表演，不全是表演，偶尔也有真情流露，就这意思他说但肯定有一部分是情不自禁的装，对吧？说加德老师装加德老师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微博他是看的，尤其是胡锡进老师每天的动向，那加德老师是要看的，看完之后，对吧？举报信是要写的。看到这里的时候，加德老师拿起了他的老花镜用那个颤抖的双手正在艰难的敲字准备举报这个胡锡进。他说咱们不能大家能不能都把网上激情降个1、2度，给不同观点的人都留点说话的余地，别看谁都像通美、通俄、通英、通日、通印、通伊朗，好不好？这个确实是网上就有很多人基本上不太动脑子，你只要说个啥，他就说你给谁洗不太好。这个胡锡进老师主要是还是给向他的基本盘喊话。我在很久以前就说过了胡锡进老师是被他的基本盘反噬。网上现在这个现象都拜这个胡锡进老师所赐。胡锡进老师作为那个3剑客，大家知道吧？互联网上3剑客把网上另外一派打垮了，打跑了。当然他带领这个网友结果这个3个剑客互相一看，原来你也是这个对方的人。胡锡进老师自己承认的他照这么下去，我也是这个什么公知。果不其然加德老师把枪口对准了胡锡进老师。这是一段公案大家应该知道。也就是在胡锡进老师、加德老师还有一个三八老师他们3个人
培育出来这些粉丝里面，居然胡锡进老师都成了公知了，你说这是什么社会啊？简单点说啊，就是胡锡进老师啊遭到了反噬，他的基本盘现在指责胡锡进老师是汪精卫，但是我认为啊，这是胡锡进老师粉丝啊高看了胡锡进老师，就是你可以说胡锡进老师给额爹洗地，对吧？这个美化侵略，但是你要说他是汪精卫，这个确实够不上。汪精卫是汉奸啊，对吧？人人喊打，但是汪精卫在做汉奸之前，那也是个名人呐，他刺杀那个摄政王，对不对？这个什么什么引刀成一快吧，不负少年头，这样的诗胡锡进老师写得出来吗？另外一个，胡锡进老师想卖国，他也卖不了啊，他怎么卖啊？既签不了协议，对吧？也签不了字，也不能代表谁跟他谈判，他也不在战场上，对吧？说这个用键盘卖国，卖得了吗？实际上，在胡锡进老师的心里啊，谁才能称得上英雄呢？唯萨达姆，因为胡锡进老师曾经写过啊，萨达姆为何不惊慌？胡锡进老师好像还写过什么危难中的萨达姆父子。我相信啊，总有一天啊，胡锡进老师会写一篇文章叫普京尿了。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